雨的甲骨文画是为乌云下坠落来，所以读分乌切的雨。这个写什么意思？为何安尼写呢？共字边的这个写字的写，为何搁安尼写呢？这个将句将乌省，句代表后浅，后浅就形成下乌兼水乌的意思。动词就是白乌，同音下。下水道，安尼写的意思是伫下骹的水道，字面并无白乌的意思。无迄个尻川莫食迄款下药，下药会白乌水，下水道则是白乌的水道。这三字音义同。写有两种写法，句代表砚台，用毛笔润乌墨水，反复来复写。写字原来字边拢是有意义的，你会晓写袂？同音书写册的写。无共写法的这三字写，音义同，拢是白乌兼水乌的意思。这个写虽然意思无共，重复润墨水书写的意思，但是共款将句将乌，你会晓写袂？